何生，今年端午送禮名單同地址我已經整理妥當，一共23份，全部係地產、金融同保險界主要合作客戶。今年禮籃都選用上禮坊，得唔得？冇問題。今年有咩特色款式？揀咗呢款龍舟果籃，入面有粽同新鮮生果，外籃可更換為綠色節日元寶籃，樣貌大方得體。營業部已經預備好本律所宣傳卡片，屆時一併放進禮籃，方便客戶認識我哋業務。做得幾周到，麻煩你即刻安排落單。水果同食材務必新鮮，品質絕對唔可以出錯。明白，我而家立刻跟進。外觀相當體面，多謝各位，冇問題，可以安排派送。何生，23份端午禮籃已經全數順利送達，全部交到對方公司前台，送貨記錄與相片均已歸檔流傳。好，銷銷部邊晨剛先同我講，好多客戶已經回覆多謝，仲有幾位客戶主動查問下半年合作細節。今次送禮效果非常理想，辛苦啦。Get it for you.